高雄桃园区的3个里因为顶礼拜落大水雨，甲对外交通明霸客路桥冲断去。当地里长也讲，目前正在采收金红山影，尚无有几落10万斤无法度载出来。也惊讲这寡山影会伤到昏，农民是赶紧甲山影烘做是山影干。高雄市政府也伫咧电商平台来斗赔。没办法啊，这个不然都只能丢掉。 会山猪了呢。已经采收的山野就要过水啊，农民赶紧切片送去烘做成山野干。桃园山区真侪果子农，即马出来拢囤本来想的山野运袂出去，干那会当做果子干。有了电力之后，我们这些果农就可以把一些过熟的芒果就拿来做芒果干。其实农民真烦恼，也未烘打，有的山野就烂去。 桃园山区种金峰山野的面积有50到70公顷，即马当咧大出，煞拄到即摆大水雨，交通断去。亲像亚东国手高顶峰厝内伫个复兴里嘛，种3、4家的山野，全拢无法度运落山。因为咱桃园乡伊即个金峰山野有较猛吼，所以要来收成的时阵，拄到这个水灾，咱有针对遐来要求因先做加工吼。 加工这边，咱由咱农业局高雄所选的平台其他的通路来给因帮忙上架销售当然是先预售啦吼。农业局表示，加在真侪民众小停灾区农民，金峰山野干目前已经销售买4000包，等便桥起好就会当出货。记者邓家文、罗伟哲高雄报道。